谢谢哥哥今天给我买房。看着没，就那个老男人，都已经结婚了，还在那泡小姑娘。刚刚在卫生间听见他给他老婆打电话，说他现在正在开会。回来。去吧。宁愿相信世上有鬼，也绝不相信男人那张破嘴，这绝对是句真理。婚姻没事，拯救全人类。谢。哥哥你好。你好，这美女，咱们认识吗？咱们现在是不认识，但是马上就会认识啦。我特别喜欢你这种类型的，你就是我的男神。哦，是吗？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愉快。愉快哥哥，我叫绵绵。绵绵。我能要一个你的电话吗？这样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看，我们今天这么有缘分就见面了，以后我们会越来越熟悉的。要不，咱们做个朋友吧？好吧。谢谢愉快哥哥，你真帅。搞定。牛逼！你们打他踩他钱都舍不得给，你还结了婚，有老婆还在外面骗小女孩，你不要脸！对你不光有老婆，你还有孩子，你打算骗多少个小姑娘？你们谁呀？你们不是欧阳，我不认识他们。啊！你还假装不认识，你不要脸！你禽兽！你就是你！你快！你们这胡闹！你们谁呀？你们？我不认识他们，真的。不是亲爱的，我真不认识他们。真不认识哈？真不认识。真不认识。我让你不认识。可风，可风，可风，你在哪儿啊？在这儿呢。这儿，过来，快帮帮我，把狗粮撒了。天哪，你让我这么高端大气的人给你干这个？快点！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？哎呀，每次给他们喂饭的时候，我都忙死了，恨不得能长出4只手来。啊！冬眠，还有闪闪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来了也不跟我打声招呼，我好接待你们。我是来看可风的。冬眠，你真漂亮。谢谢。行了，我们忙点别的事儿，你们俩先聊啊。什么干嘛干嘛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没眼力劲儿啊？啊，没看见人家在里面情意绵绵谈情说爱吗？我在那儿累死累活的，人家在那儿谈情说爱，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？难道那句话是真的？漂亮女孩可以少奋斗20年？要我说，你就是活该！好好的家庭主妇不当，谁让你要到江湖上来闯荡？你别说我了，烦死了都！我在这来了这么多天，一点
找工作的感觉都找不到，不是丢三落四，就是手忙脚乱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你自己的特长，还没有发挥你自己的优势，像你这样的情况，还得继续挖掘，挖掘。我是什么优势和特长啊？你的特长跟优势嘛，这还挺难回答的，反正得好好挖掘挖掘。我还不知道怎么谢你呢，你把可风介绍到我这儿来，你正好给我解燃眉之急呀。这也不能全是我的功劳吧？刚好可风也要急着找工作嘛。不过可风还是一个新手，还要请你多照顾，你可千万不要欺负他。当然，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嘛，我怎么会欺负他呢？那为了表达对你的感谢，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。又吃饭啊？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过饭了嘛。再说，我都已经订好位置，就咱们2个人。好啊，就拿你没办法。根本就是假借看我之名来勾引戚明风的，穿得那么妖艳，有没有觉得很刺激？就像追逃犯一样，一旦我追上了他们，我就将他们一网打尽。雷先生，你有病吧？慢点！你丫怎么一点冒险精神都没有？忒没劲！我害怕。慢点！今天是冬莲小姐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。你是说，一会儿我俩还要看他们在床上那个变态？你是不是修炼心经修炼傻了？跟你老公还没做够啊？哎，哇！这个地方还挺有纪念意义的。是啊，今天我还特意为你准备了勃艮第的红酒。勃艮第的红酒甘醇浓郁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红酒之一。没想到你还懂得品酒。品酒倒是谈不上，只不过愿意与人分享罢了。品酒如品人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它的味道都不一样。那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品一品吧。好。两位小姐您好，需要用餐吗？用餐。好，这边请。这么贵，点什么？服务员。
请给我们来2份意大利肉酱面，再来1份蔬菜沙拉，谢谢。这顿饭谁买单？他就在那儿浪漫着呢，万一他把咱俩忘了，还得倒贴1顿饭钱啊！我可没带钱啊！我也没带。嘿，鸡贼！冬眠发来的，说什么？5分钟以后，咖啡8件。什么意思啊？谁知道他什么意思啊？来都来了，只能他说往东就往东，他说往西就往西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珊珊，你要回来，我真没带那么多钱。怎么样了，baby， 整个气氛都太好了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就差你这阵东风。说吧，需要我怎么做吧？非常简单，你就把这个放进酒里就可以了。你不会想要毒死齐明峰吧？白痴啊你！毒死他，我跟谁生孩子去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泰国春药，这可是我特地托朋友从泰国带回来的土特产，效果1级棒。这要把人给吃死了该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吃死是绝对不会的，不过爽死倒是有可能。这事儿我可干不了啊！回头弄出人命来了，谁负责？几个小时之前你还信誓旦旦的说要帮我呢，这会儿怎么说话不算话了？我没有说话不算话，我是说过要帮你，可是我也没说毫无底线、毫无节操的帮你吧。baby， 你知道我要找一个这样的精子爸爸有多难吗？我都快30岁的人了啊，到了30岁，那就成高龄产妇了。以后我生孩子那都得冒着生命危险。你是不是魔怔了？你这脑子里面除了孩子就是金子，能不能想点别的？baby， 你知道我有多想要一个孩子，但是咱们俩姐妹一场，你不喜欢做的事儿，我也不可能勉强你去做。那算了吧。拿来吧。那我回去等你啊。嘿。先生、女士，你们好，这酒需要打开吗？哎，等一等，把酒给我吧，谢谢。美酒配佳人，今天就让我来为你服务吧。啊？耍我们这不是哪儿来的红酒啊？这是。
冬眠，我已经尽力了啊，能不能成功，你就能自求多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酒越喝越有味道？就像你一样，越品越有味道。海鲜沙拉请慢用。谢谢。这是这里的特色菜，我特意为你点的，赶紧尝尝。怎么？脸上有脏东西吗？干嘛一直盯着我？没有。我就是想要问一问你，好吃吗？你这演的哪一出啊？调虎离山，宫斗投毒。冬眠居然让我给齐民风下泰国春药。泰国春药，你下了？我又完成了我人生中的另一个第一次。别急，就现在，走走，一会儿就到家了。去哪儿啊这是？走。饿死了！哎，这你，饿了。装了外边的东西别乱吃，没吃让你吃，你好好找，好好找。大伟，我不是杨大伟啊！哎呀，我的天！哎，你快让开点！这东西啊！对不？放弃了。杨大伟，哎，你赶紧过来接我们啊！你这让我干嘛，可哥？哎，这公众场合不能这样！哎，珊珊，
这怎么了？啊？不，他吃了泰国春药。哎呦，什么？他吃了泰国春药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哎，可凤，冷静冷静啊！哎，你今天晚上好好陪他吧。哎呀！你这简直是胡闹！我告诉你，哎，走，回家。过两天再跟你们算账。走，回家啊！哦，不闹了，回家了啊！啊，老公啊，几点了？哎，我哪知道几点了？啊！你们昨天太不靠谱了吧？怎么了？我哪天再跟你们算账。累死我了，一晚上。哦 ，baby， 你有没有吃过泰国春药？哦 ，baby， 博士，干嘛呀？着急忙慌打电话叫我过来。你不是想知道答案吗？什么答案？有关王老师的答案，就在这里边，3楼。你什么都不用问我，你自己上去看看，就都明白了。如果你现在走了，就是放弃知道真相的机会。你自己想明白。如果你确定你以后不会后悔，那你现在就走。